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做作品的一个介绍哦。我们选出来4篇作品。其实，接主头也篇也个迄书哦，迄也短篇小说是1994年的时间出版的哦。第三农场呢，迄也长篇的小说，同心时分迄短篇小说，伊迄中篇小说，伊迄伊也最后期的一个作品哦。第一篇我们来介绍一个夹主头，夹主头也篇小说集呢，伊有底部有4篇作品，有夹主头，有新生，有时同噩梦。其中呢，夹主头、新生、有时係写嘅係中國北京嘅神法，噩夢伊寫嘅係台灣嘅足球杯，就係今日足球場哦，也只會發生嘅一個故事。因為向下期一個夾主頭一本書底本呢，因為希望去介紹台灣嘅風景，同一個中國嘅人來看哦。所以會寫除了北京嘅神法以外，也嘛同故鄉台灣嘅那個神法來寫出來哦。幾篇嘅小說嘅風格，其實就係以早期文學嘅風格哦，寫文詩佢講，按古呢送日文嘅洋上馬油，北京話嗰度，因為兒化韻哦，伊哋嗰度兒化韻。嗰度一個批判性嘅一個文字哦，尤其像一個夾主頭批判一個人喺度暗查嘅地方，搶叫嘅、搶蟲嘅，伊個唔怕嘅，但係佢見人搶野草用嘅，唔會死嘅。對一個南台灣來嘅一個主角嚟講，硬屋嘅會學嘅家人細年嘅冇東西食嘅。上不做個按歐做，冇冇想辦法去改善哦。伊講冇辦法理解一個民族個要按歐做要按樣講啊，就係講啊，唔啲送機唔啲改善哦。喺似台灣冇東西食，唔會自家去想辦法去工作去賺錢，似也唔係跳，就會搶，咁我就會騙。講要點人用安尼嘛可以生活下來哦。那有嘅開工嘅，唔會自家去想辦法賺哦，就等於流風、流雨、流血，嘛唔怕冇風吹來動啊，會是嘛唔怕。現實方嘅上府歐洲啊，會是嘛唔會去洗箱啊，嚟個那個打下去那個石馬啊啲東西全部跌下來，看到會嚇死哦。有呢有錢人。會偷誰家的，就開始吵，然後對一個冇錢人言歸歧視哦。底部有個太太，有錢人的太太東西跌下的就開始冇證據，嘛是個罵來罵去，是個罵人哦。所以也個有一個批判性哦。噩夢呢，即係一底部個貼片的以下個喺台灣的一個故事哦，是一底部。嘛批判的一個當時傳統的一個家庭哦，就係講某爺太爺阿爸唔盼得伊嫁出去，因為伊係嫁出去嘅冇人來推天數，某爺像也不樣樣嘅，要推總是總啊切好，推照顧啊好，所以某爺就唔得結婚。過呢就按呢，因為按呢，也某爺嘅年紀就緊來緊太。好一個人呢，想愛討伊，也把想來想去又唔盼得，又冇愛陪也冇嘢結婚，結果愛一個人又不點呢，因為本人講閒話哦，本人拒絕，一個細佬就不點呢吼，就也嘛係一個悲劇嘅一個結束個。